今日咧同大家分享翻咧，有一啲朋友同我講開咧，話佢用呢啲快拔槍套咧，有陣時佢哋喺掹槍嘅過程當中咧，會棘到啲槍出唔到嚟。咁我想分享翻少少，通常性個原因係乜嘢咧？嗱，大家要留意到咧，因為本身我哋呢啲快拔槍袋咧，佢個設計咧，其實係俾你支槍直上或者直落嘅。直上嘅意思即係話，當你掹槍嘅時候，你支槍係直上，佢就可以解鎖離開支槍㗎啦。咁直落就係啦，你 reholster 嘅時候都係直落啦。咁所以如果好多時咧，當喺我哋緊張嘅時候咧，我哋隻手一上嚟 grip 咗支槍嗰陣時咧，好多時你會做咗一個扭動嘅動作，或者你其實一 grip 嘅時候，因為你呢個人嘅肌肉緊張咧，未抽上嚟，其實係未抽或者抽得唔夠，或者滴咁多就已經扭咗支槍，咁就會變成棘咗支槍。咁所以咧，用呢啲 holster 咧，記住留意翻，永遠都係直上直落嘅。當你聽到響聲你要掹槍嘅時候，你只需要係直上，支槍就會出到嚟㗎啦。reholster 都係確保到你個 film 咧掂到落個底度，插翻落去 reholster，咁就冇問題㗎啦。